係㗎，觀眾啊，大家好。講今次話題之前，先問大家一啲嘅問題，就係大家有冇想像過，或者有冇心理準備呢？就係美國同中國最終係真係會發生一場熱戰啊，會打仗嘅咧咁。咁如果又真係打仗嘅話，作為我哋香港人嘅身份啊，你有啲乜嘢嘅心理準備啊？嗰啲有冇呢啲？咁如果唔介意嘅咧，可以喺度留言俾我。嗱，咁事關咧，我喺尋日睇到一啲嘅消息啊，咁有睇開頻道嘅觀眾都知啦。咁我每日咧都花2-3個小時接收一啲唔同嘅世界各地嘅一啲唔同嘅途徑，從一啲唔同嘅途徑裏邊咧聽到收集好多唔同嘅世界局勢嘅消息㗎。咁而尋日咧就睇到一個嘅一個消息係關於美國嗰邊咧有一間嘅，即係唔算話非常之出名，但係都幾知名嘅一間嘅大學咧，裏邊有一個嘅教授咧。咁原來佢曾經係一個嘅海軍將領嚟㗎，咁佢現在咧係一個法律啊外交榮譽院長嘅教授。咁咧佢講出咧有5樣嘅因素咧，咁咧隨時咧會導致咧美國同中國咧就真係發生一場嘅大戰。咁啊呢個咩5個因素咧？咁啊稍後同大家去講啦。咁嗱，咁有睇開我嘅頻道嘅觀眾咧，就我呢條頻道咧就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話題。咁好多都會離唔開牽涉咧，就係人生嘅話題。咁其中有一個嘅都幾多時會講咧，係關於一啲嘅時事政治呢啲嘅話題。咁本身因為我自己係一個長期關心社會時事，又留意了解呢個世界局勢嘅變化嘅一個普通嘅香港嘅小市民。咁所以有陣時咧，我都俾好多啲嘅人士可能知多好多一啲嘅 update 嘅快脆嘅一啲嘅消息，或者甚至乎預料一啲嘅可能嘅發生嘅事情啦。咁如果有睇開個頻道，聽開一啲政治話題嘅觀眾，可能都聽過。我都曾經咧當玩又好，當呢個嘅咩都好咧，就係話預言一啲嘅事情。咁咧，但係都準確性又都幾高㗎喎。咁樣當中譬如阿拜登上台，我就話世界會更危險啦。咁樣咁過呢幾年發生好多事啊，尤其是呢個普京入侵呢個烏克蘭啊，呢個以色列又被哈馬斯入侵啊，等等呢啲嘅事情啊，當然仲有多濕濕碎碎嗰啲啊，唔特別去講啦。咁我亦都曾經講過預料呢個中共喺2014年講過預料呢，佢中共快則3年，慢則7至10年。咁點解快呢？因為政治有好多嘢呢，有一啲嘅偶然突發性因素，冇人100%預料得到嘅，當權者佢都掌握唔到嘅。咁慢嘅有得一啲嘅一個獨裁政權倒台呢，佢都需要一啲嘅時間過程咧去演變嘅，就好似上年咧都有2個獨裁政權倒台，一個咧就係敍利亞一個咧就係孟加拉嗰個女總理啊等等呢啲咁嘅事情。咁而喺特朗普上台嘅依2幾3個月，咁我都拍過3條嘅影片啦。其中一條影片咧我就講到呢個特朗普呢個嘅上台咧，呢個世界咧更加不穩定，更難預測啊咁。拜登就更危險嘅，因為拜登係一個軟弱嘅政權。咁軟弱嘅政權優柔寡斷啊，嗰啲咁老態龍鍾啊，咁樣俾人講嗰啲嘅邪惡勢力嗰啲政權，咪夠膽蠢蠢欲動啦。之前上一屆咧，特朗普咧，咁佢初上任，咁嗰啲人未睇定佢到底佢係咩葫蘆賣咩藥啊咁樣。咁經過佢上一個嘅4年之後咧，嗰啲邪惡政權咧，亦都開始適應咗普京呢個特朗普嗰啲嘅性格行為性格咯咁就發覺佢有好多嘢都係咧，就係呢個唔知佢突然之間又係諗起啲咩咁啊做啲咩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導致呢個世界不穩定嘅因素。咁喺再加上美國呢個大國超級大國有一個嘅呢個特朗普呢種嘅不穩定嘅一啲嘅處事方針咧，咁更加令人難以預測。咁就算連特朗普自己制定一啲政策咧，可能佢見到咁上下有啲咩又唔同咧，佢自己又突然之間變，即係冇一個一定係一個長遠嘅一個嘅政策可能佢嗰下諗到，佢就嘗試就咁樣睇下得唔得，唔得就又可能又變嗰啲咁樣啦。咁呢啲咧先至係令到無論喺整個世界嗰個嘅形勢，或者佢自己國內裏邊嗰啲嘅跟佢做事嘅人咧，有陣時都難以掌握啊。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導致世界而家咧好難預測不穩定嘅一個主要嘅因素。咁仲有嘅就係俄羅斯依家仍然打緊呢個烏克蘭啦咁。但係呢個有好多嘅事情嘅變化咧，近期有好多嘅局勢咧，似乎烏克蘭咧已經穩住陣腳。咁呢個將呢個嘅劣勢慢慢咧會有機會扭轉。
咁呢啲係其中一個亦都好難預測嘅情況。咁再加上呢，就係特朗普依家呢，其實呢，好多人啊嗰啲川粉呢，就認為呢個特朗普主要就要嚟對付中共，其實就唔係純粹因為特朗普喺度，係過去呢幾年啊已經歐美世界整體嚟講呢，都係對抗呢個中共啊，唔單止歐美世界，包括亞洲區啊、南韓啊、呢個日本、菲律賓、呢個南美洲到呢個嘅阿根廷啊，咁呢個都係我2014年講過嘅，點解預料中共會倒台嘅其中一啲因素嚟嘅，就係佢做得壞事過多啊，令到呢個世界局勢嘅對佢嗰種嘅厭惡啊，開始咧會越嚟越醒覺。以前就大家想做生意啊賺錢呢，依家佢自己都開始越嚟越冇錢嘅情況下，就算佢近期呢個習近平去諗住訪問呢個嘅越南啊，呢啲嘅亞洲東盟呢啲嘅國家，呢個同呢個嘅越南裏邊傾完之後，咁越南嗰邊就有嗰啲嘅記者新聞發佈會嘅，其中講到呢，就同呢個美國有一個嘅特殊嘅紐帶，呢啲好似好婉轉嘅，咁但係呢，熟悉了解關心政治嘅人呢，都會聽出一啲嘅意思。你呢個習近平想過嚟溝佢，但係其實佢亦都同美國裏邊呢有好多嘅生意來往。依家美國就要全世界啲人選邊站，一係就你就跟中共，一係就跟我嘅咁佢就唔可以兩邊左右逢源噶咯喎。咁呢啲裏邊已經係弦外之音啦。咁再加上呢，依家呢個美國嘅政策，尤其是特朗普，咁佢想呢個瓦解呢個嘅中國嗰個嘅全球工廠嗰個供應鏈。咁呢啲嘅越南亦都有受益嘅喎。你美國搞垮呢個中國，咪越南其中又係一個受益者嚟喎。咁佢又點可以放低同美國嗰個嘅關係呢？咁咁呢啲呢，又係其中一啲嘅因素啦。咁仲有一個呢，就係夏寶龍近期嚟到呢個，我睇一啲嘅去到香港嗰度，好似訓話式嗰啲嘅講話，其中一個呢，就係依家美國係要佢哋嘅命啊，咁樣係要佢哋中共嘅命喎。咁呢啲亦都反映到呢，佢中共都會意識到佢越嚟越呢個嘅陷入一個嘅困境。咁我當時喺呢個2014年講到呢，就係美國嗰個呢個中國走向滅亡之前呢，可能最終呢都會有機會呢乜嘢呢？就係佢越嚟越困境呢，佢呢啲逢中咗嘅獨裁政權都係嘅，將一啲嘅矛頭呢就指向外部嘅勢力啊，點影響？咁尤其是呢個中共嘅呢啲嘅同國際嘅關係，咁佢又係一個大國、人口大國啊，嗰啲有軍事一定嘅程度嘅強度嘅力量呢。咁佢咪將呢啲嘅矛頭咪發揮出去外邊，做一啲嘅民族主義嗰啲啊，外邊嘅乜勢力啊影響，咁將佢裏邊嗰啲嘅壓力啊咪指向落去，咁其中一個就係打仗，就係呢個原因。咁我之前有啲影片都講過，點解特朗普點解呢個普京繼續要打落去？點解習近平要鬥落去呢？同特朗普嗰啲咁樣，因為佢哋啲獨裁政權嘅人呢，去到呢個局面，普京嗰啲嘅佢唔打落去呢，佢而家損失咁多嘅兵力，損失到成呢個傷亡去到90萬，數字有多。咁如果佢又攞唔到啲，佢啲威權政治呢，就會被佢嗰啲嘅反對派啊，嗰啲敵對嘅人士呢，有機會鬥到噶咯。咁所以佢一定係要打落去。即使明知輸呢，因為佢打又死，唔打又死嘅，咁起碼一路搏落去就好似個爛賭仔咁，反正都輸咗咁多啦，唔知係輸到最終係冇嘅，都係冇噶啦。咁反正還死電死。咁習近平都係一樣嘅。咁所以佢喺佢啲嘅情況下，佢依家已經盛傳佢裏邊咁多，即使佢而家仍然咧穩握大權都好啦，但係起碼咧有一樣肯定就係，如果佢個大權係穩握，就好似當年鄧小平嗰啲咁樣，江澤民嗰啲就唔需要咁多嘢顧忌嘅。咁有好多佢裏邊嗰啲嘅軍嗰啲嘅黨員佢啲提拔嗰啲嘅將領全部依家咧要落馬喎。即使佢唔係俾敵對派嘅勢力，有啲係講咩元老去同佢鬥嗰啲，即使唔係元老，或者係佢自己覺得有問題，佢自己提拔嘅人，佢又自己清洗翻嘅，咁即係都顯示佢係未穩定。
咁呢啲都係一啲嘅不穩定嘅因素嚟嘅。咁所以無論喺美國裏邊、喺中國裏邊或者俄羅斯裏邊，呢三個主要嘅世界大國裏邊都各自有一啲好唔穩定嘅情況出現。所以依家呢個世界咪更加難以預測，更加去不穩定咯咁。咁啊好啦，講咗咁耐呢啲，咁啊再講下呢點解問大家頭先嘅問題呢？就係頭先所講嘅嗰個嘅教授呢，嗰個美國嘅教授呢，就佢曾經係一個海軍嘅將領。咁呢據我聽嗰啲嘅消息就係呢個追咗頭髮豎起。咁呢個嘅教授呢，咁因為佢又曾經呢個係喺太平洋服役嘅呢個海軍嘅將領，即係對一啲嘅軍事啊嘅經驗啊嗰啲都有了解啊嗰啲嘅情況。咁啊，佢列出呢，有講出呢，有5個因素導致呢中共同美國啊美國啊同中共呢隨時會打仗。點解？咁咧其中一個咧就係網絡攻擊咧，就係中共咧佢經常係啲網絡攻擊，尤其是攻擊台灣啦嗰啲。咁其實某程度咧，呢個係等於已經係一個敵對關係嚟㗎啦。因為你攻擊我啊嘛，雖然未去到熱戰，但係你網絡攻擊已經係構成一種嘅攻擊對方國家嘅一種嘅行為，已經係呢個導致咧有機會開戰嘅理由嚟嘅。另一個咧就係近呢2-3年呢個台海啊嗰個嘅空域裏邊，中共咧長期喺嗰度施壓咧就會隨時有啲咩事情就係擦槍走火，即係大家都係佢啊試下啫，但係你唔知發生到某啲事呢，就焗住因為面子嘅問題，咁有機會呢導致台灣就真係會打起嚟喎咁樣。咁打起嚟嘅時候，美國到時點呢？佢個局勢就係隨時佢唔落場都唔得喎。咁呢個又係其中一個因素呢，就係中共呢長期係依機喺近期時間呢嗰個喺台海嗰個空域上空裏邊嗰啲嘅軍機嘅施壓，呢個又係其中一個因素。好啦，咁第3個因素呢，就係喺南海軍事啊地方嗰啲嘅地方呢，過去由呢個奧巴馬年代嗰陣時已經成日見嗰啲所謂人工島啦，又被呢個西方呢稱為呢個沙場城，即係用沙去堆積建立出嚟嘅咁樣。咁呢啲呢顯示呢個中共啊嗰個野心，咁呢佢就已經咧準備咧，只要有機會，佢係真係會開戰喎咁。而好多嘅消息都經常過呢幾年都聽啦，習近平成日都想去攞台灣啊嘛。咁攞台灣，你憑咩攞呢？咁冇咩嘅喎，一係就真係打嘅。咁你打嘅時候，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咧因素啦。咁仲有咧就係中共嗰個嘅海軍嗰個擴建，喺過去呢幾年咧係急速咁樣去發展。咁咧喺好多嗰啲嘅軍事專家嘅人亦都反映，都指出就係中共咧係其實係做咗開戰嘅準備啊！咁即係話，即使歐美世界台灣唔想打都，但係佢中共嗰個態度就係準備係去打嘅時候，咁呢啲亦都會導致呢個美國台灣嗰度啊，或者甚至乎牽連埋歐洲都會嘅，因為而家台灣就唔係淨係因為淨係台灣嘅事啊，都會牽涉埋喺歐洲、美國啊呢啲嘅利益關係嘅。咁有機會咧，都會牽涉埋呢啲嘅導致打仗。好啦，咁最後仲有一樣就係近期啦，關稅戰。正如頭先我講過，夏寶龍落嚟，佢都講到出名嘅就係要攞佢命啊！依家美國嗰個關稅戰唔係咩鬥爭啊，純粹係直情係要想佢攞佢命啦咁，即係等於都好直白咁樣講咗出嚟嘅。咁既然人哋要攞多個命，咁佢還死電死嘅時候都冇辦法唔去鬥咯咁。咁呢啲嘅5個因素就係呢個海軍將領呢位嘅教授呢，佢所指出嘅有機會導致中美最終真係發生戰爭嘅呢啲嘅可能性呢，就越嚟越提高。頭先所講嘅幾樣，任何一樣一旦超越咗紅線，就係譬如類似頭先呢個共軍經常去台灣上空嗰度呢個施壓嘅時候，嗰啲軍機。或者會唔會某一次擦槍走火撞埋一齊咧咁樣，咁導致或者甚至乎邊個開咗第一槍嘅時候，或者逼到一個臨界點開槍嘅時候，咁就會激發咧變相係真係會戰爭喎咁。咁呢啲任何一個嘅情況都會有機會導致。咁但係如果真係導致，我哋作為普通嘅香港小市民，有冇呢啲嘅心理準備呢？嗱，大概咧喺好多嘅小市民嚟講咧，有大概咧可以分成2種。一種咧，大多數多啲嘅就係唔知道呢啲嘅事，咁亦都唔會關心了解社會時事
總之自己係冇咩事，有得食有得瞓咁就算㗎啦。咁佢唔知道時呢個咧亦都有少少類似啲宗教嘅意味咧，就係譬如喺聖經裏邊講咧，末世嘅時候咧，好多人咧都係懵然不知嘅，如常生活咁，但係末世突然之間就來臨啊嗰啲咁樣。咁而另一種咧較為少啲嘅，另一種咧就可謂咧過分咧去憂心，過分嘅憂心咧就死啦！依家越嚟越咩？咁事實2年上年年頭裏邊咧，真係有一個嘅我呢條頻道嘅一個觀眾女士嚟嘅，佢真係佢唔係淨係聽我啦，佢都聽埋好多其他有得，咁咧就覺得咧就好鬱結，咁咧好唔舒服，有陣時甚至乎瞓唔着嗰啲等等，即係整體個氣氛心理狀態氣氛咧好唔安穩嗰啲咁。咁但係咧，我相信依類咧就比較少啲嘅。頭先講嘅前一邊嗰個好多就係唔知有咩事發生，如常生活嗰啲比較多嘅。咁喺呢條嘅影片咧，主要同大家去講下呢啲嘅信息，就係俾大家有一啲嘅心理準備，甚至乎咧唔係淨係指喺香港即使喺我哋依家身處喺英國呢啲咁咧，呢個嘅俄羅斯裏邊同英國關係亦都唔好啦。咁近期亦都有啲事發生呢個俄羅斯呢個追蹤呢個英國核潛艇等等呢啲嘅事情啦。咁普京過去呢幾年都有講到呢個咩核戰術嗰啲，又點樣去呢個和平呢個倫敦等等呢啲恐嚇性嘅説話。咁呢啲即使係啲恐嚇性説話都反映呢，其實嗰個世界嘅氣氛呢，就一啲都唔安穩，好多一啲嘅不穩定因素咧，隨時有啲咩你可能瞓醒有啲咩突爆嘅事情發生呢個澤連斯基去白宮開下會又變鬧交呢啲事以前係唔會見過㗎啦，嗰啲等等咧。咁好多嘅事情你係冇辦法咧去預測得準確，但係有一種咧就係起碼如果你有警覺性咧，就知道依家世界處於一個極之唔穩定嘅，就係咩事都可以發生嘅。譬如呢個上個月尾呢個法國裏邊都向佢哋國民裏邊派發呢個生存手冊，個意思咧係亦都有備戰準備，萬一發生戰爭嘅時候，國民裏邊自己嘅國民有至低3幾日，你自己一啲嘅糧食充足準備咧，咁個政府咧先至有足夠嘅時間資源咧去救助自己啲國民呢個波蘭咧亦都徵召呢個男士。我唔記得係全國民定淨係男士咧，要去服兵役咁樣。以前係唔需要喎，咁樣。咁德國咧又呢個抗軍用呢個1萬億歐元抗軍等等呢啲嘅事情，其實都反映呢個世界咧隨時有呢個嘅大戰嘅可能性喺處。咁呢啲嘅事情，香港人係咪淨係掛住淨係生活咧？有冇呢啲嘅心理準備？萬一發生呢啲事，自己有冇一啲嘅乜嘢嘅準備咧？雖然咧我哋冇能力去阻止個局勢嘅變化㗎，但係如果你對呢啲事情有啲嘅準備咧，起碼反映咧你個人咧比較去清醒咧，了解呢個世界咧正在隨時有啲咩事發生。今條影片咧主要俾呢啲嘅消息咧大家去啦，因為我喺網上唔係見有好多人去講呢啲咁樣嘅事即使好多做時事評論都係講緊呢啲依家好即時發生嘅一啲事情，去大家好多人都講反而呢啲嘅有冇機會導致真係中美最終真係發生有啲就已經預計咧會唔會可能喺今年習近平要被逼焗佢呢個嘅退無可退嘅時候咧，真係要攻打台灣等。咁喺今年連嗰啲嘅所謂嗰啲叫咩預言家嗰類嗰啲嘅咩英國有一個嘅柏格嘅呢啲都預料咧有機會今年呢個嘅2025年發生啲乜嘢大戰嘅事情等等咁大家有冇呢啲嘅心理準備啦？暫時今次咧同大家去講到呢度，俾大家去了解下呢啲嘅事情，去思考下呢啲嘅事情。拜拜。